声音版可以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猫猫姐姐，接下来玩 Minecraft，然后好吵。那这个就是我朋友开的一个伺服器，那我可能之后就开一个系列。那我可能就是如果有想要加入的话，就在影片底下留你的名字，我就再请我朋友帮你加伺服器名单。好，然后现在感觉超吵，刚刚。我不知道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所以反正就是，想要进这个伺服器的话，可能就我再问问看可不可以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我可能跟我讲一下，可能就是有可以拍片的，然后有 Java 版的才能进，因为这伺服器是开在 Java 版，也就是电脑版，所以说机械版的不能进。那可能就你有拍片，然后我可能就去你频道看一下，再看看。那这可能就当做一个第零集，然后因为我已经有先玩过了，所以就有铁装了。那就先到这边把影片结束吧。那各位再见喽，拜拜。